来看中华鹿港这位出身工人家庭的老师傅黄文彬，自细汉对木工就真有趣味，嘛激发出真侪创意。伊甲车子工艺搭配拼接，做出音乐补鸭的花杆仔。只要甲花杆仔的小插鸭仔甲抽出来，就会播送好听的音乐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老师傅。 茶座花杆内面有美妙的音乐声，每一个拖都代表一首歌曲，只要提出这个拖，音乐就会使自动切换。打到微动开关，音乐就会停止。那打开以后，微动开关启动，跳开，那音乐就跑出来。 做出这个音乐补鸭仔花杆呢，是中华鹿港黄文彬伊的作品拼接技术为拼接中求新求变，伊将普通的插花杆做出基盘架、编织等等真侪多形。作品是充满创意，不过要做真够工。 黄文彬逐工就像安尼，徛咧车底插裤挂恩石有的喙暗，虽然讲规身躯拢是茶夫，不过伊游玩真专心，享受伊茶裤的世界。那幕后车辆旋转，它就启动，拿车刀去把它车出它的形状出来。那车好以后，我们要经过打磨，打磨好以后再经过上漆。 黄文彬出身工人家庭，细汉的时家境较困苦，伊必须都爱半工半汤。不过伊真爱修理物件，介意木工，唔捌改变过。伊高日读中华高工木模科，退伍了后，转去母校从事副工做技师，传授功夫，同时嘛开始研究学修理机械。 2012年，黄文彬退休后，将伊家己的车床功夫结合自由无限制拼接创意，做出车子啊工艺。 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撑起一个地球。就像阿基米德这句话，黄文彬有家己的座右铭。相同的道理，给我一些小梦幻，我可以拼凑全世界。一生的专业老师傅的精神，黄文彬讲，伊家己为工业人变成一个工艺人。